要过年咯，厝内底若有小家电歹去，唔免着急要单掉。台中市环保局有设家电诊所，内底员工对修理电器拢真专门，会当帮你看。若无需要换材料，修理较好只要50块，甲外口的行情比起来，只要1/10的价数。 厝内烘箱坏去，师傅赶紧来修理。温控跟定时功能。问题是无大啦，小修理一个就会使。过年过节，真侪民众拢会大变数。有的家电坏去，想要拼掉，阁唔甘拼。路口修理阁真贵，因就来到台中市环保局家电诊所，和师傅来修理看卖。检修50，然后保险45块，这么便宜？这样好康，都民众来修理因兜的快煮地锅。这个开关坏掉。 这个把手开关应该有问题。换一个开关，就当继续使用。民众修理烘箱基本减收费50，换一个休子10块，总共敢若65块。因为现在经济也没有那么的景气嘛，都生活当然能用就用嘛。吹风机、电风扇、电锅、热水瓶跟烤箱，如果坏了别急着丢，这边检测费只收您50块钱。师傅讲，若无需要换零件，敢若50块减一个费用。若送去路口修理，就拿一个计数。在外面市场价正常是500到800。家电诊所会当修理的小家电，包括电风、吹风机、烘箱、电槽、锅接机、烧水管、饮水机等等。不过大型的家电，亲像冷气、电视、冰箱或者是洗衫机，因为零件拢伫咧原厂，所以无法度修理。不过环保局若是发现资源回收车有一寡小家电，也可会当使用，卖主动跳出来维修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